等陣先，你有冇試過一開燈就鬆一口氣，關燈瞬間心跳加速？其實人類怕黑唔係因為鬼怪，而係基因遺傳。遠古時候，我哋嘅祖先要喺黑暗入面防止猛獸偷襲，眼睛同大腦自動放大警戒信號，先有黑暗焦慮呢個生存機制。現代社會燈光咁多，呢個警報系統未關掉，結果一黑就會出現幻覺，心跳加速，好似電影裏嘅恐怖場面，其實係身體自然反應。再加上視網膜裏嘅肝臟細胞係暗光下最活躍，佢哋會放大微弱光線，令你感覺四周都有眼睛盯住。所以怕黑其實係古老生存本能，唔係靈異事件。你有冇試過黑暗中聽到自己心跳？留言分享你嘅黑暗經驗啦！